解咧？因為佢會特登開個波埋去邊線位，就送個架球俾對方，就即刻進行佢哋咧就執行前場逼搶嘅戰術。即係變咗就可以唔使組織上去喺後邊組上。跟住下半場又見到李小恒咧就後備身份登場啦，咁啊一個長傳送到埋嚟，兩個夾一個。當時就應該就冇乜問題嘅，又唔係話撞埋去嘅。咁啊球迷一定係會幫香港隊打先啦，呢邊再大腳清翻走，咁啊隊長係屬於安永佳啦。後面又有咧就余子蘭都係大腳清先喎，簡單先啊開波早奪。上一場波咧兩隊都係後防嗰方面咧有啲嘅誤會啦，咁啊導致失波啊。睇下呢一場波港隊會唔會係改善到啊？咁啊而咧就孟加拉佢哋到嘅，咁留意12碼點左腳劉家喬喺度添啦嚇。咁啊一仔掟到埋嚟啦，陳俊一，仲有呢邊咧就費蘭道一踢翻轉頭，賓仔都快步撐翻上嚟先啦。呢波一定唔攞噶啦嚇，仲快出個波篤翻上前先啦，搏下大霧好過，我總好過俾對手強係逼甩嘅。啊賓仔上場亦都有份後備身份登場啦嚇。咁啊最尾4比3嗰球波嘅架球都係嚟自賓仔咧，就醒目嘅快揼先嘅。如果慢少少，波係幾穩嘅，不過佢比較企得好後下㗎。咁啊今日呢場波仍然都係企翻個中場個中間位，佢又唔係話好上嘅，不過再轉翻嚟總路線右手邊嘅位置，黃金左佢隻阿華頓諗住咧就轉身扭翻上去唔得住，後面仲有就余子南加入戰團先嘅，拍個高波埋去先，禁區頂位置對面快步清走先啦。夾波，不過嗰場係10點鐘先開波嘅。咁啊，同5日之前唔同啦，當時就嗰邊踢先，我哋係踢後啊嚇。安永佳都係會比較最前嘅啦。咁而劉家喬咧，我諗比較係佢係比較冇咁當呢個波可以俾翻出嚟，睇下可唔可以轉方向啊？咦，入越位一個波，如果俾係啦，冇錯，真係越咗位，爭一步㗎咋。其實好明顯咧，就係爭嗰咗位啦嚇。好，整翻好個隊長臂章先。可能藍翔隊長臂章對於阿佳佳嚟講咧就比較陌生啲啊嚇，要帶穩陣少少先得。好，再回翻轉頭，門將馬喺度啦，21歲嘅年輕門將啊，做翻出嚟4號，亦都咧就隊長巴文。巴文呢場波又放咁正選，兼且都俾翻咗咧就後場通天老官啦，打閘又得，打中堅都可以嘅。咁啊有機會揾佢打左閘添啊，其實就呢個可能右閘就褪咗呢個沙爾特烏甸啊。孟加拉亦都係打翻上一場波嗰啲踢法啦，即係以 keep 住個波為主。咁啊，亦都喺上半場嘅時間咧，上一次都打得幾定㗎嚇。不過去到下半場咧，就比較咧，俾香港隊咧就攻嘅時間咧就開始亂嘅。咁而家喺上半場咧，見佢哋啊都幾定嘅，因為對香港隊嘅球員咧，未唔好阻住阿華頓嘅去路。哎呀，好食阿湯呢個直線之下咧，就俾對面咧就係托普啊成功啊包翻先喎。係啊，食得唔應啊！但係呢邊又搶到個波喎，劉家喬睇下可唔可以一個反擊可以俾翻後邊啊？但係呢個波，卡斯都係其中一個叫做入籍兵啦，佢就芬蘭出世嘅。快步清翻走先，一直經驗豐富嘅 Captain 咧就打翻正選先啦。巴文就坐鎮翻中路嘅後防線啊。有啲部署有啲心思嘅，即係如果呢個咁嘅擺法啊，咁啊揾啲經驗嘅球員出嚟。呢邊一次嘅交流球再抌埋嚟，咁啊8號呢邊嘅查祖利頂翻出嚟個斜角位嘅，都攞得翻。最後嗰波傳得埋嚟嘅，會啊啲波咧都幾啦。2號仔就托普，佢係19歲嘅年輕人啦。逼得唔夠快，真係一個安美街嗰邊咧右邊嘅時間咧冇人冚上嚟啦，咁啊變咗個波佢係猜到，踩咗兩腳過嚟喺右邊有巴文嘅。但我估早段咧港隊唔會用大量咧就即係好浪費體能嘅高壓逼搶係咪？係啦，可能會慳水。會嘅，因為你打咗都係12分鐘啊，咁始終一場波咧都係會緊張嘅球員嗰。咁啊！呢個波想打後腳打唔到嘅，流晒，咁應該就拉基賀新嚟嘅前鋒。益晒門神呢邊咧就謝家榮先啦，人生第10場 A 級嘅賽事啊嚇！好啦，左手邊位置陳俊一大計扯咗波埋先啦，中到啦以傳劉家喬啊！睇得清楚啲啦，我睇就冇越位嘅，當然我哋個角度係啊，我哋個角度啊好啦嚇。話點都好啦，嘛在裁判舉咗旗話你越位咁都係對手嘅間接自由球嚟㗎啦嚇，咁所以安永佳都咧就表示不認同。睇今日咧就安永佳嘅啲走位，尤其是啲斜插配合方面啦嚇，同隊友嘅火花有冇機會咧就大幅度提升咧？話晒其實現役入波數字方面咧，佢同阿華頓都係並列首席嘅呢一刻嚇，即係單計現役的話，都係你入11球，我都係入11球。
嗱，今日其實周元德係繼續做自由人嘅，即係有球在腳咧，周元德係繼續獨咪打得啊！咁所以當然就唔需要擺咁多人喺後邊啦，亦都係要小心，就係話嗰啲長傳嘅啫。咁其餘佢哋喺個猜傳咧都係喺後場嗰度多嘅，一去到前場佢哋個猜傳就爭咗啲嘅。OK 啊，我唔得啊，我一嚿啫嚇，一嚿大肚腩啫。再嚟一仔幾十碼長傳 ，K 個位置炸到埋嚟自祖連路嘅，再重新轉身上腳先啦。哎呀，拖出去橫邊界外嘅祖連路啊，可惜啦。一拖嘅時間就揾唔翻個波，掛住佢得個位啊，變咗個波碌咗出界啊！咁啊，上場3-3嗰球波啦，就係佢對手嘅角球啦，佢啱就撐翻埋龍門口啊嚇，佢益晒對面就蘇美無人看管之下就頂入咗。但另外其實補時階段有下左腳遠射，其實係嚟自佢啊嚇，係嚟自祖連奴嘅遠射嚟嘅，就唔係之後咧就大頭所捉粗開。咁就算真係冇冷氣都好啦，球員嗰個嘅體能嘅狀態應該都可以 keep 到最少都大半場嘅。係唔知佢之前嘅傷勢是否嚴重？係個傷勢咧就擔心佢啫。如果你話佢未曾十分之即係十全康復得咁好嘅，或者會有少少避忌啲咯。係，不過今日就佢打翻正選啦。咁啊，孫銘謙都響翻後備名單嘅啦。咁啊，兩位就之前係冇份作客去到孟加拉嗰邊比賽嘅。爆炸頭又見到查祖利啦，回翻轉頭先啦。咁啊，上場孟加拉雖然輸波啦，但係都見到查祖利個卡士個級數啊，同其他隊友係明顯不同嘅，佢係明顯高咗出嚟嘅，真係。就一個人打3份工，進攻、防守、箍波乜都係佢。有時候落翻去中堅位置幫手填翻啲窿窿位。就後場箍波又係要靠佢負責做策動，前場射罰球又係要靠佢。所以佢入籍之下真係可以係一隻帶起咗成隊孟加拉個戰鬥能力嘅嚇。會唔會走漏一個你危險㗎啦？顏卓斌啊，大對角遠處 set 到埋嚟，當然都算做到嘅，但係嗰個如果頂落向地頂一啖地咧，可能就搏混亂啦，睇邊個自己嘅球員頂到啦。但係都叫做呢個罰球做到㗎嚇。啊，頭先再次影住就韋斯活啦，同埋佢嘅得力助手之一咧就係荷蘭特嘅。好啦，後場再慢慢猜下先啊，4號仔就巴文。咁啊，代表咧就孟加拉都成67場波啦，入過6球啊嚇，以中堅身份。咁即係佢嘅死球助攻威力咧都有翻咁上下嘅。衫啊！有球員係掹件衫啊，即係掹對方件衫啊，應該就係3號嘅周元德啊。因為當時咧個波去得好快啊，球證咧佢冇吹罰，但係當時就見到咧83嘅球員咧成件衫咧就掹起咗啊，應該就係周元德嚟㗎，俾咗黃牌。個黃牌都俾埋㗎啦。途程就比較遠，同埋係個角度咧就比較窄啲嘅。不過照睇咧，以查祖利咧應該嚟講，佢都好多時都諗佢會直射啩，因為佢對自己好有信心嘅。查祖利冇人埋嚟幫佢㗎啦。8號仔查祖利直接借埋去，過唔到人牆先啊嚇，頂翻走，輸3分半鐘啊，都仲係0-0嘅比數。陳俊英一個幾十碼長傳送到埋禁區頂位置，俾唔到安永佳先嚇。8強對住咧就係九龍城嘅時候，結果九龍城就贏咗東區，入咗4強。呢邊立到轉唔咗身先啊！轉唔到身之後亦都搏唔到反。反而呢個波睇落去就好似成個踢跌咗嘅，但係球證就反而就冇俾一個罰球啊，落翻過嚟呢邊。咁啊應該又冇俾啦，繼續攞俾個直射安永佳，應該走得到嘅，有冇人幫佢咧？後邊有冇？冇佢過唔過到呢邊嘅4個球員嘅巴文都出咗埋，哎呀，多啊唔多，其實呢球都係其中整個上半場係難得一次嘅喺底線傳波出。開始加壓咯喎，前場3個紅衫啊，但係始終就冇人數優勢啦呢個前場。又係如此，去埋4個圍住佢，cut 翻上嚟，俾人包翻先。哎呀，自己有散翻自己有啊，白衫呢邊啊。嗰腳先，頭先右腳阿斌仔嘅，呢個位置會由左腳嘅艾華頓負責搞咧嚇。好，撥翻靚仔頭髮先啦，艾華頓啊。咁佢入面都有5個紅衫喺度，堆埋一堆，跟住再一啲咧就互相拉扯嘅走位嘅啦，咁可以扯到啲空位出嚟啊。知啦，球證就叫行埋啲咁啊嚇，而家就翻出嚟啦，球證都好啦，聽到雞聲就可以開得啦位，冇錯，阿華頓扯遠處 ，OK 啊，以為得㗎，做周元德左腳拉射，再嚟一個高波，應該冇越位嘅，攞到好靚嘅喎，艾華頓
咁啊知道咧上一場波艾華頓係比較活躍啊，咁所以你睇開咗嘅喎。中樂安嚟嘅應該啊，中樂安諗住一個插水式頭槌，都似乎俾對手掹掹地啊。係啊，嗱當然啦，我哋今次嘅賽事係沒有 VR 㗎嚇，冇錯咁所以就求證第一個判決亦都會係拉斯嘅判決嚟㗎啦。再嚟都係見到一隻牙度，哇！捐呢邊啊，真係估你唔到喎。好，最後搞掂就可以做咯喎。個同開角球都係差唔多喺呢個位置啊，扯到埋龍門口先啦。交球仲好啲添啊，掟翻轉頭，老大哥弗蘭道。咁當然佢 keep 住個波能力啦，同埋個人技術方面好有保證啦。跟住扯個直線埋，諗住餵俾阿 Kyle 嘅就劉家橋。其實佢有中場有2個位或者3個位都打得嘅嚇。係好多位都打得，左閘啊，咁近年有中堅有自由人，乜都打過晒，基本上即係啊。變咗係一個好百搭嘅球員啦嚇。係。咁啊問題就佢始終都有個位係最好㗎啦。咁啊今日就比較係挨咗前啲嘅，你睇到而家就阿費蘭道喺左邊嘅前邊啊。咁以往響傑志啦最光輝嘅歲月就打過左中場位置啦，當時演出亦都係光芒四射啊！因為其實後防有2個托普喺度啊嚇，再撐又如何先？咁不過都唔緊要啊，只要弱邊嗰邊突然間減低佢嗰個嘅即係嗰個威脅力嘅，咁好明顯咧就同上一場有啲唔同啊！而抌得最多架球都應該係佢啦嚇。撐到龍舟去到馬永佳。諗住撐俾呢個劉家橋後插㗎嚇，背住對方交球抌咗出嚟㗎啦，阿華頓一攞親波2個招呼，但係佢右腳就始終都係冇。都係後備入替啊，4次上陣都係全部後備姿態。話翻嚟呢場講都係重要戰役啊，被委以重任喎。當然啦，韋斯活都好睇好嘅前景啊嚇。哎呀，呢邊跣一跣腳，拋過艾利法蘭道有冇射？12碼。係咯喎，安永佳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安永佳1-0。呢啲地波就算龍門可以俾佢捉到嗰邊條路咧，都未必撲到啊，因為個波射得比較係緊咧，係有啲係線步啊。好，今次個波轉就轉到啦，不過就轉咗後邊唔緊要，都攞得翻嘅。個推進因為前邊而家亦都睇到咧，走緊位就係費蘭道嘅波唔俾啊 ，keep 住都係啱嘅，即係唔好咧，即係咁急啊！有陣時而家贏緊波仲要。好，余子南好多時間嘅，唔需要急啦。而家套咧調翻轉嘅，鍾樂安、陳俊一冇人埋嚟乜就唔好俾住啦，因為見香港隊嘅球員都走唔到個位出嚟啊，冇球員現到個身啊，咁所以就唔好俾啊。係啦，俾到個地波上嚟。哎呀，呢邊一錯轉身，再攞翻順些少先啦。劉家橋單挑對手。扯到埋12碼區裏面一頭作翻走，黐翻落嚟自呢個費蘭道嘅後場仲有周元德亦都響度，再後少少仲有顏卓斌添啊，補一腳短波，然之後余子仁直接扯埋嚟，控到上到腳㗎，咁啊見到安永佳咧響咁向面嘅人樣馬翻喎，比賽仍然繼續啊，遠處位置頂出不遠，左腳拉射陳俊一。諗住盡快省個波埋去搏一搏啦，但係都俾白山強成功封到。但係好嘢啦，嗱呢頭甩完控球權，嗰頭封翻你去路，做得好好。咁樣走咗埋嚟嘅時間唔出腳唔得，如果唔係咧，拉基荷身咧就俾佢空地個波咧一轉到身咧就危險啊！咁所以呢個波都埋嚟係逼到佢咧就跌咗喺度啦，犯規啊！個波亦都開出嚟冇問題啊！咁啊亦都救晒人嘅。咁我哋防守暫時問題不大啊。係暫時佢哋即係走唔甩我哋香港隊嘅球員啦，同埋佢哋一個組織上嚟嗰啲波唔係話即係好有威脅啊！好多時佢哋啲猜傳咧都係喺自己後場，嗱好多時都放啲咁嘅長傳上嚟咧係比較遠嗰啲波咧，再接應第二下咧就唔係咁好啊！今日啊，哎呀，要嘅呢方面啊，費蘭道經驗好豐富，佢知道幾時有機會頂多個位 hold 多個波，佢就搏到犯規啦，可以。啱個客，冇人幫佢啊！靚啊！哎呀，個波質。不過最緊要都係保住個領先優勢，完上半場先啊！依家佢打次啦，萬家話講佢嘅名字啊，即係宣佈呢個咧後備名單嗰陣啊，佢都零舍多掌聲㗎嚇。我話咁所以就呢波衫一定係會比較係特別係好賣啲嘅。仲有一個係陳俊一都好快受興喎。陳俊一因為響上海申花都係人氣急升啊，而家向中超方面。守衞嘅可以 set 到出嚟，今次得唔得咧？
再一次啊，都係艾華頓個波唔係好高啊，今次頂翻轉頭，艾華頓都攞得到嘅，好定啊！呢個波俾到個頭，有機會，有機會，哎呀，個波，哎呀真嘅，一攝佢個位。嗱，查祖你其實就係球場入面嘅教練嚟嘅，佢不停喺度咧就即係叫緊啲隊友啊嚇，幾時拉翻埋嚟啊，可以現翻多啲身啊等等，或者大家個距離唔好距離得太遠啊。有時候咧就孟加拉可能3線個距離都有少少咧就真係斷咗層嘅。再做翻上嚟，咁上場呢個新星方面啦，喺個進攻中場位置啊，尤其是手轉攻方面都幾爽啊啲波啊，自己有能力可以掕到個波上嚟。咁佢就自己嘅踢法都想模仿下迪布尼嗰款添啊，一個出色嘅進攻中場咁樣。佢哋都喺後入波嘅球員就係佢啊，都曾經代表過加拿大國家隊，之後就轉咗籍嘅。控到落嚟，祖連奴揸嗰度咁都問龍門甩甩地。啊，我面街。祖連奴嘅性格都係咁噶啦，幾窄角度佢都夠膽用啲古靈精怪招數去。都係有啲迷失啊！叫孟加拉好多後場界嘅球都係啊。因為當港隊擺多幾個人咧，就貼翻邊線位置啊，或者 mark 翻幾個咧，就有機會接應到嘅目標的話咧，就叫佢抌嗰個就真係唔知幾時抌，或者抌俾邊。今屆咧，周元德響中超都上陣13場比賽嘅。咁其實今期韋斯活都揀咗咧，就都好多啦嘛，中超或者中甲嘅球員啦，加埋8個啦嚇。希偉啊、吳宇希嗰啲就冇份嘅，今次就再做翻轉頭先，你咪見到雲拿再回翻後面些少位置，巴文亦都喺度啦。後場就揾佢做個 leader 啦。係啊，個中場就都幾肯走去攞波㗎，咁啊包括阿蘇美都係㗎，柏普。向唔到前住啊，因為都足夠時間咁滯㗎啦。佢哋啲波就係咁㗎啦嚇。熒光幕底我幾有趣嘅肢體語言，因為頭先韋斯活就好緊張，個人咧就越褪越出，就出咗個指導區域，然之後咧提醒佢快啲翻埋去嗰個咧就對面嘅教練光頭佬卡比拿，就揚手叫韋斯活你行翻後啲啦咁樣。即係老友鬼鬼定點樣，都有提醒佢啫。咁啊唔知啦，我唔識讀心術啊嘛，大佬係咪醒啊？幾時又有閘位收翻嚟中間？劉家傑諗住 send 個長傳喂俾咧就安永佳㗎。真係喺上半場要集中啲啦，應該都足夠㗎啦。最後一擊，頭正都望下隻標㗎啦，已經啊！哇，都跣喎場啊！見到啲球員都幾次㗎啦，幾次。呢組分組賽嚟到第4輪嘅賽事嘅啦。中國香港主場迎戰孟加拉，紅色波衫、黑色波褲啊！熒光幕又攻咗主場之利嘅香港隊。前啲啦，咁你輸一球同兩球冇乜分別㗎，想搏一搏。咁啊呢段時間都係同上半場似乎喺嗰個都冇㗎啦，下個機會基本上係。但你前場就比較係空位多咗，即係變咗係雙向嘅嚇。咁呢段時間就都未曾係咁，真係冇咁好嘅。咁所以就主場同埋作客真係有分別嘅嚇。咁加上孟加拉其他球員嗰個嘅下半場邊個開先呢？舉高兩隻手，顏卓斌睇咩暗號啊？佢右腳扯埋頭柱，哎呀！對面咧就一頭作翻走先係嚟自巴文嘅。開咗之後會點做咧？上半場都係咁玩法。係啊，佢梗係成日都咁玩法嘅，但係就好想即係做一個組織上去，又唔係咁容易做得到。好啦，終於踩翻上嚟，俾翻咧就爆炸頭查祖利，再爆翻上去先，叫我更加即刻逼翻住佢先啦。你通常由一個長區球員猜個橫傳，俾翻門將做接應者添啊，直情喺度啦。右手邊位置有卡斯，佢唔俾啦，俾翻上前，又見到摩沙連啊嚇。摩沙連其實喺第2圈啦，當時世界盃外圍賽對住咧就黎巴嫩，個波有啲運喎，咁樣可以睇到過嚟，再轉過嚟呢邊嘅余子南，冇自己球員走位就要俾個波到。哇！仲有右閘殺到上嚟喎，係沙爾特烏跌啊上嚟，好啦，去到 cutback 余子南，第一場咁樣啊，都要 keep 翻住個體能。再一個長傳又如何先？大家鬥爆，咁啊球證應該俾翻球門球啫嚇。好嘅，龍門球。照一樣，可能俾龍門嘅馬馬，馬馬就唔俾中間啦，因為俾中間咧就跟得好貼嘅，查祖利咧就踢唔到波嘅。都上嚟添啊！離開自己崗位，
咁啊作出一個嘅防守。再嚟陳俊一，今日咧就冇乜必要，佢就唔會上前助攻噶啦，除非有架球有手榴彈要佢負責去搞，佢就好少搞側擊㗎啦。最緊要專注翻個咧就左邊中堅嘅防守位置先啊。2號仔咧就係托普。當然啦，暫時未有任何嘅換人舉動住㗎。咁睇睇晏些少啦，係韋斯活禁制先啦，抑或卡比拿禁制先啊嚇？摩沙連回翻後面，側到上嚟㗎啦，2射自然嘅入心，仲彈到翻轉頭添嘅，又係你摩沙連嘅現身，5個圍住佢。咁如果換人的話，鬼 Sir 你有咩特別嘅建議啊？俾阿韋斯活啊？其實根本而家咁樣踢落去唔需要咁急住嘅，換下睇定先啦。咁你如果你話換啊，梗係換啲繼續腳風順嘅球員出嚟㗎。踢波就係咁樣㗎啦。如果你腳風順嘅球員咧，係繼續用落去，佢有信心啊嘛。咁啊，我講緊大家都知道啦，入3球，冇錯，阿恒仔，即係有機會可以好處，可以長期嚟緊守翻自己嘅崗位。即係後場嗰個嘅企位方面咧，就好少會突然間咧就即係斷咗層啊，或者就穿晒窿咁樣，好少咁嘅情況發生喺港隊身上今日。謹慎應戰先啦，後面再猜，哎呀，再逼翻上嚟，周元德啊翻先啊嚇 ，OK 啊，長位添，見到佢，余子南冇人幫佢啊，俾邊都 OK 㗎，白頓，咁啊要鬥一鬥啲位啊。如果冇人幫嘅話咧，其實嗰個選擇少咗，因為有余子南走咗上去啊。咁啊好在呢個波就算失都喺前場啊。查祖利今日似乎嗰個作用就唔係話太大啊，佢淨係喺後邊箍下個波，咁啊冇咩點樣走上去幫前鋒嘅。今日我哋多翻費蘭道喺進攻中場，我哋見到其實哇，費蘭道原來卡士咧都唔曳啊，拍落查祖利嗰邊都好。梗係啦，佢始終都又係有啲大賽經驗，係咪先？咁你始終真係因為有個大賽經驗，咪差好遠嘅。即係你話將 CV 當然查咗你勁好多啦，踢過英超又踢過英超，但係佢打佢一個咁，但係其餘嗰啲未必有咁好嘅幫到手啦，咪變咗好難踢㗎。你踢波唔係話踢一兩個㗎嘛，你踢整體㗎嘛。所以你發揮得好嘅話，咁你咪變咗會踢得舒服啲咯。你而家見下嗰啲傳波傳嚟傳去都喺後邊嘅啫嘛，孟加拉嗰啲啊，佢又唔係話傳得唔好嘅，不過就唔係話好大嘅威脅咯。成日都喺我哋香港隊嘅球員嘅面前踢波。嗰啲波傳嚟傳去走唔甩我香港隊嘅球員啊！喺啲踢過頭都睇住。咁所以對面啲長傳急攻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咧，就係劏得穿啊！呢個時候啊，胡甸掟翻轉頭先。咁但係今日整體戰情小心啲咯，踢得啊！即係嗰個。去搏嗰啲波唔係咁多，因為我哋本身而家香港隊贏緊波嘅關係啦，要急嗰隊唔係香港隊急，係孟加拉去急，咁所以咧，就算佢喺後場攞到波都個威脅唔非全部受慶㗎啦嚇。好啦，長傳送到埋如何先？咁到我哋響廣播箱啦，正面望 corner 位上方咧，即係作客球迷區嗰度咧，就有部分吉位響度嘅。再睇睇最後大會公佈啦，最後嘅官方入場人數係幾多人啦？我都樂觀係應該多過上次嘅，點都一定啦。今日呢場波對於我哋港隊嚟講都係好緊要啦。咁同埋有主場之利啦，啲球迷一定係好熱情咁。一早已經係買晒飛咁滯。哎呀，我搶到機會嚟啊嗱，粒射有啦啩！哎呀，見下奇功㗎啦！如果入到就係佢第二個咧，就係大港腳嘅入球嚟啊！之前淨係響友誼賽咧10-0大炒文萊嗰場賽事入過波，咁啊，其餘時間就暫時未有咧，就其他入球進帳住啊嚇，即係講緊咧就係港隊戰衣嘅賽事，又接到送翻上嚟到上嚟，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好啲，個波唔錯，落咗嚟呢邊左邊得翻停，有冇人幫咧後邊？好嘢，祖連奴，最緊要唔好就失咗控球權啊！咦，今次個波好似睇錯咗咁啊！係啊，因為艾華頓就走咗埋嚟嘅。我見到就費蘭道一個長傳轉向啦嚇，但係嗰個位其實冇人喺度啊。呢邊點？啱啱到位啊！咁啊，鍾樂安解圍先，順利嘅腳風啊，着晒火添啊！上場賽事啊，
時隔幾腳啦，今日呢場波啊，咁啊始終都係佢哋嗰個嘅防守咧就擺人多嘅，咁啊前邊就想壓分遲啲唔出奇㗎，因為啲時間咁啊會改變佢哋嗰個諗法打法。係好啦，又逼人你先啦，祖連奴讓翻上前小行，俾翻祖連奴睇下有冇前途。扯埋遠處位置，再立翻順先啦。黃金左腳艾華頓好油粒高波，攝到埋去祖連奴唔得啦，俾人頂住個位先啊！所以呢下佢就犯規，攻勢串做得唔錯啊。反而小行入咗嚟中間做個牽制，做個拉扯，就希望咧就祖連奴可以喺遠處位咧馬位可以攝到埋去攞到着數。咁只不過對面係頂得住啦，下播到個犯規。好，輪到譬如話周元德啦、鐘樂安呢啲啦嚇。咁啊，防守頭槌都有翻咁上下。咁今日快就失個控球權。好啦，個波攞到，嗱做好啲啦。可能即係話佢又係啲搞震拖延時間啊。咁而家有翻 captain 喺度啦，就係貝恩啊嚇。咁佢中場有好多啲箍波嗰啲嘅上腳㗎啦。再轉翻嚟右手邊嘅位置先，卡斯壓翻上嚟，俾到啦，又現到身。再多花一個橋梁喺度啊！而家見到貝恩入場之後，哎呀，對面亦都有交失波先喎，爭啲就小行偷走個波就諗住突襲你㗎啦嚇！嗱，有小行就要靠呢啲速度啦。你話計速度活力，當然佢有遠勝快難度啦嚇。咁希望佢可以善用到自己嘅強項、自己嘅長處。蝴蝶俾到埋啦，哎呀，空晒右腳拉到埋，啱啱閂得切 ，OK 嘅。哦，好個人着賓喎。係啊，呢個波都危險㗎，俾佢拉到，好在就翻腳夠快。又係一個中場好全能嘅戰士啊，可以話係陳俊樂。因為呢個時候我哋未攞到個箍水入球㗎，未有呢個保險的入球啊。咁都係首先而家我哋就做好個防守先啦，再靜待對面一啲嘅犯錯啦，然之後希望咧搏到啲突擊機會，俾咗得益㗎今次。而家就放膽咗踢法喎，亦都改變咗孟加拉，因為都你睇佢嗰個走位啊、配合啊、猜個波啊都做得比較好咗啲啦。因為佢哋冇退路㗎啦，呢個比數完就直情係零機會出線添㗎啦。冇錯，所以而家佢開始咧就搏得好犀利啊！咁啊，比之前咧就放膽咗嘅，就唔似話之前咧就縮得比較後啊！呢個你睇下壓得好前啊！咁啊爭在而家我哋香港隊攞到波係點樣打翻出嚟嘅啫？左腳呢個波跟埋去，嗱攞到個波解圍，睇下會唔會有球員可以？唔好俾佢哋咁容易傳到啲波入嚟啊！今次咧就係余子南啦，成功咧就 block 翻先啦。真係啊，阿姐啲線好重要啊！對面啲遠射照計都會越嚟越多啊！佢哋見到小亞視嘅球員啊，陳俊樂，跟住孫明謙就啱啱傷愈復出啦。而家踢嘅咧中超嘅球會啊，就天津津門虎啊，之前話咗可能膝頭哥有少少事啊嚇。呢邊咧就有白修渠咧就係倒地先啦，趕走咗阿陳俊一喎，應該3號啊，3號嘅周元德啊，點？因為本身佢係黃牌在身㗎嚇，咁啊周元德點解會咁咧？咁啊中尾就倒地，周元德就趕咗，執法從嚴都冇辦法啦嚇，冇錯，變咗就梁威雄。咁而家講到10人應戰，咁啊點都頂埋去㗎啦，10零分鐘啊！好，再一個長傳先啦，嚟自卡斯，咪過唔到係陳俊樂先嘅，再嚟。咁呢段時間就肯定係孟加拉佢哋攞到個主動權㗎啦，因為我哋香港隊又贏緊波啦，又打少一個啊，咁呢個嘅打法一定喺後邊係會縮住嚟踢㗎啦。咁啊問題就嗰啲攻擊係交翻俾邊個咧？安永佳 hold 唔 hold 到個波咧 ？hold 住個波好緊要啊，又 hold 唔到個波。始終都係得個位唔夠實啊！有陣時啊，因為你打中鋒嘅時間背住人，如果你得個位實啲嘅時候，你回到波俾自己隊友咧，你俾翻啲威脅啊，對方都好緊要啊！咪落翻晒去先啦！而家我諗安永佳都會咧就再鬥心些少添啊！嗱，孫明謙就打過偏右手邊嘅位置啦，再後啲咗個阿華頓添嘅，即係而家阿華頓同埋孫明謙咧呢個防守嘅陣式都偏右手邊多啲。再諗到上嚟至巴文。好啦，阿華頓開始就向翻前少少位置對翻住個位，錯發高波 set 個二傳冇問題，快步清走李小恒，再 set 個二傳，今次嚟自安永佳嘅
哇！而家去到緊張時刻啦。係啊，講緊就領先10一幾球波，分鐘啊領先優勢真係唔多，但係人數就反而對面有優勢。呢個時候，哇！真係眾志成城啊！而家每人多走一步啦。我諗佢都好多啲側邊嘅波傳埋嚟啊，不過射波都要小心啊，出聲啊嘛要啊，個波頂翻轉頭。咁啊，防守差唔多類似就4-4-1㗎啦嚇，而家少咗一個啦，變咗4-4-1嘅防守咁樣。中堅又靠晒呢行鐘樂安，加埋陳俊一兩個，放到高波落去冇問題，一仔頂翻走先，再掕翻順，艾華頓上翻腳，搏多個犯規 OK 嘅，42,000幾入咗場，咁我哋單計真係入咗場嘅人數啊嚇，仲可唔可以到？好，對於咧就本地嘅足球，係咁啊，變咗令到睇呢啲波嘅人都有啲即係好大嘅興趣啊！余子南撩到埋嚟啊，俾對手嘅快步清翻走先，呢邊快頂，再鬥個高波笠到馬龍門口，門將馬馬接殺先啦。呢邊就氹翻後㗎啦，爆炸頭查祖利今日個表現就一般啦嚇，咁啊喺後邊就箍下個波，咁啊冇咩特別見佢嗰個嘅好大嘅作用住。咁我有朋友啦，話説之前搭飛機咧就同成隊孟加拉同機添啊！佢應該係經泰國轉機嚟香港啊，佢哋選擇。再扯到埋先啊，啱啱頂翻走先，仲有呢個中啲中堅球員啦，要謹慎啲啊，因為好多時你睇喺中間啲位置，佢踢唔到埋嚟，都係運用去邊啊。同成隊孟加拉又同機啦嚇，咁佢就話查祖利其實就冇咩特惠嘅，其實佢同成班隊都係一齊坐 econ 嘅啫嚇，冇特權，咁呢個係啱嘅嚇，一隊波就係一隊波。係啊。冇話因為你係大球星，你踢過英超，咁你就有啲咩特權啊？有咩特別嘅優惠？佢都一齊坐 econ，咁佢就坐最後排喺度打機咁樣咯。見到佢都幾開心啊！唔知呢場賽事就睇你講到可唔可以開心到最後啦！我哋連埋補時都仲有超過10分鐘啊嚇，希望頂到頂埋去，咁啊大功告成1-0㗎啦！呢邊啊不停咁尋求香港隊嘅漏洞，咁啊所以就嗰個要走動多啲啊，要乜人比較緊啲啦。波攞到㗎啦，但有冇計咧？傳入嚟揾唔到射波啊！傳咗好多腳㗎啦。好啦，足夠人喺度嘅，小心㗎啦，吸翻轉頭右腳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，再 set 危險。咁啊，最大嘅蝕底之處啦，就而家我哋始終係10人應戰啊嚇。咁黃威其實響咁呢個時間就換入咗啲比較進攻會好啲嘅球員入嚟啊。個部署，仲有送到埋嚟先，哎呀，鬥快搶㗎啦！包括一隻魚子南馬，好快伸咗隻腳埋嚟 ，OK 喎，真係立翻先喎。陳俊一上埋嚟㗎啦。咁啊，而家1比1當然會多啲，阿前幫手參與手榴彈嚟咯喎，啱呢邊北看台喎，係我哋嘅主隊球迷區喎。希望呢個波可以 set 到啊，2傳直接啊抌埋去陳俊一底線嗰個攝到埋嚟，但係比較大力啲，益晒港隊先啦，又有機會一仔扯到埋嚟，太重旋轉後上式跟波，哎呀白衫嚟啊！呢個就輪到一隻孟加拉嘅反手圍攻，再一個長波。咁下個月咧都係會有主場之利㗎，到時候港隊對手會係新加坡。咁跟住出年3月份就作客對印度啦。謝家榮佢腳力都 OK 啊，之前亞運啊入到4強攞到第4名，好多啲死球大腳啊，當時會係1比1，大家握手言和，各得1分啦，定還是有機會出現一啲戲劇性嘅畫面啊嚇！轉身仲有波去埋㗎啦，叫到添啊！哎呀，可惜咁當然就好事嚟嘅嚇，啲球迷睇波而家只要球隊嗰個拼搏精神喺度嘅話咧，球迷咧就收貨㗎啦。
其實呢兩場入球即係入場嘅數字方面咧，我個人係相當開心同埋感動。點解4萬幾？以往我哋好多比賽 A 級賽事都好，我哋連坐爆旺角場都唔容易，但係而家我哋4萬幾人入場支持港隊，呢份熱情 keep 落去埋陳俊一，繼續去通埋香渠一框，哎呀！人生第一場嘅國際 A 級賽事，高波笠到埋去，門將出嚟，黏實線啦，嘉榮急啦，因為始終呢個形勢唔係咁好啊，攞到1分都好過冇分啊！搏埋呢段去，柯銘佳夠唔夠快？啊，唔夠快啦，因為個波始終都係大力個頭啊，馬馬都已經係個龍門呢個禁區佢立晒㗎啦佢。係。咁如果呢個比數完場，無論如何啦，港隊都仲至低限度啊，會喺今個晚上過後會係榜首之一嚟嘅。爭在分差會有幾多呢？會有真係有分數上面嘅優勢啊？定還是新加坡如果贏到印度就會追平啦個分數，就會2隊8分啦，就變咗冇咗分數優勢，但係都至低限度會係同分之一。咁啊，總之每一場賽事都難打。哇！呢一組好混亂，其實係啊，印度又冇想象中咁強，因為本身印度應該最強，頂得住先啊！好嘢呢球波啊！防守呢個波都冇再一個遠射，改變少少方向。咁啊得翻嗰分零鐘，1分鐘到咋？第二個去到喎，哎呀！呢個波吹罰翻轉頭，個波攞到啦嘛，就俾咗個罰球，黃威你去搞啦！哎呀，太深啦呢球波！又有啲跣腳喎。咁啊，由頭到尾都好多球會有一啲跣。呢個交球。似乎有能力喎，啊直接抌入去喎。烏甸啊，手榴彈炸到埋去，哎呀呢邊浪順左。